边境拢也被开放咧，饭店的业者就已经收到加倍国外旅客订单。因为这个疫情作乱，这2年来有袂少饭店的人才拢已经转行咯。随着疫情豆豆回稳，相关的人才嘛豆豆搁转来咯，准备要来迎接到国外旅客。另外，嘛袂少的民众开始为出国来做准备。外交部的领务局早起一透早，都来真侪人要来换护照。146号，请到19号柜台。台湾门10月中开放，今仔日知影外交部领事事务局来真侪人，摕政府无摕出来护照，含传好相关资料，佮有证明文件，离出国佮敢差上尾几若步。哦，很高兴。那是不是找护照的时候还有点小小的找不到？对对，因为太久没出国了。我们想说就是过年带小朋友出去玩，好像有一点预料之中，因为大家都闷蛮久。根据外交部领事事务局统计，去年换护照拢总23万件，不过今年到今麦为止，都已经累积36万件，8月都超过68000件。领务局讲，这个趋势是疫情后上济一摆。上个礼拜五来讲呢，我们外交部领事事务局加上我们其他所有的办事处加起来大概有3600件，那这个量应该是会逐渐的增加。过去半个月，台湾门就要拍开咯，饭店业者嘛传好咧等，准备迎接外国游客。今仔订房间的量就增加几若倍，尤其佮以10月中到明年过年，问的人上多。不过疫情的期间，饭店的人才变少，敢会当应付这么侪订单？疫情期间，那我们饭店原本有一些建教合作的实习的同学，那也是因为担心疫情，所以其实在人数方面其实是有暂停或者是减少。近期的话有慢慢的在恢复这个之前的这个实习的计划，部门加起来也有100-200位的这个实习生。面对景气要变好，业者尽全力找人，为大家做好准备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乃瑜，要教给大家2个任务。第一个，华视新闻的脸书专页，你按赞了吗？还有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赶紧订阅起来，还要记得按赞，开启小铃铛哦。